个。哦，真甜，迄乜解呢？大嘴骨。大嘴骨哈。哦，糖讲呢，你个产业有一只好高哦，那大嘴骨呢讲嘅同好，今日就咧讲创意说推广嘅上当嘅成功哦，做喺你嘅育婴国手，今日就呢今本日呢唔来到呢一片，喺你嘅良田本教嘅学生嘅哦，我同你带来动精彩嘅行业大嘴骨，做喺你嘅产业客家运货量，你係聽一次嘅早上來歡迎你嘅育嬰國小良田本教嘅學生嚟同你帶來精彩嘅大嘴骨，早上歡迎，大家早上歡迎。吉安府有個開業講，條樹嘅頭白咗，我幫嘅來看到，叫講，出來捧出來捧，喂，記唔記起處理？那來嘅開業講係爸爸家家，女講唔到，又下啲時開。總下來無公掉嘅燒烤，無公掉嘅甜劇，因為上面睇啊。見你公掉卡子甜嘅，好冇？做得啊，行好。一講講燒菜樂，實來嘅挑來講，一講講都好對我。燒菜樂，咪係燒菜樂嘛？幾下我識講，當然係捱啊。大家都係捱。劉博士，愛小劉，來個劉動有眼睛啦！處牛夫婦無做丈夫，梁山馬有愛靠新娘，後繼天主三萬通數。喂，小劉，兄，來小劉，嘿嘿，給我很愛一聲記了哦，一陣。愛小婦係今年出世嘅淫婦，我係人生嘅出世嘅水娘，水大菜，見一天都慣了。唔係淫婦，真係有錢人啊！我都喂，又係水了，也是意思是窮是小嘞。哈，阿鄰居上頭講乜嘅實事，在家喊玻璃媽媽，唔係啦。唐茶嘞，我係講醫生講要是小嘞，要咩行卡餐做掉誒。其實啊，小了，愛小婦都懂好。我嚟講啊，係用政府掉，乃是冇喲。客家老古年講，加油三漂了，醫生唔愛漂，加油三漂夫，醫生唔愛哭。講小亮小婦，能睇到好啊！係啊，其實啊，用要動到咗，唔點啊？金、木、水、火、土有五了，唔信唔談好。世界冠軍點亮小風，用呀去愛，也是10年前嘅公用歷史，也啲啊！當然啲啊，冇，我用嚟做博士呢。再來莫量，上條架上先，啲神嚟嘅用過杜康要莫量，啲白唔愛出現，去出現，談到莫量嘅就麻煩咧。哇，是娘上法票，挨批拜談講哦，這有水了冇啊？有啊。水量係一種氣溫，見當場台爆發，再來出嚟土量，連土量都有啊！當然有啊，不過土量唔係量，咩唔係啥，佢係一種慢嘅，當當然進入來說，哇！喂，這個係不安嘅狀態要看唔出來，看來唔對量，還真有研究啊！
乡，每天世界晚上头摆，雄青的农行的时节，用木棍、火烧同做嘅来做材料，量身蛋糕在彩香起火，香火出于暗道，鼓手按照云风亮，原来系安用啊，梁博士真啊！阳光万良神，风风海天光，云飞扬下凡，祝福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阿里的阿母的下台已跳脚。哦，太棒了，懂精彩哦！哦，你再到早上感谢你嘅用心回收嘅小朋友，按精彩嘅行业大在鼓哦，为大家做带来了解你生意系你孕妇量嘅故乡，同时呢喺国际嘅晚上，有请大家有限嘅花主到你嘅生意来了哦。是啊，一下呢，那上早还有这么多贵宾呢，哦，马上